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邦桥的大关路，昨暝8点外发生一件离奇的死亡车祸。54岁死者看到同行的客停车司机伫咧车顶咧博粉，好心甲阻止，结果双方全冤家起相拍，死者互拍甲倒伫咧涂骹。 遐尔拄好，一台修理车驶到位，全甲交过，送病院救无活，亡生了。即摆检警要追查的重点，到底这人是去互拍死的，也则是去互车搞死的？查某人和朋友伫警察局做笔录，看起来真紧张，因为因拄则拢是一个人。请问一下，当时撞到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吓到？ 朋友面对着记者，拢无讲话。破色的车直直向前开，严格生学的驾驶无发现讲有人倒伫路中，直接甲交过。查某人当场就失去喘气、甲心跳。有啦，有弄着人倒落，佮甲救久啊，才再走咧救啊。就整个人高过去啊。 碾过嘛？对对，就我来的时候刚好他就已经都是血了，可是一开始还会动啊，后来才欧卡，就是没有呼吸。现场留下车毁分者。 昨8点外左右，新北市邦桥区大关路3段，生顺的死者看到共车行姓林的家庭车司机伫车顶食薰，倒去甲口劝讲，袂当伫车顶食薰。严过对方甲呛讲，我无咧载人客，双方就因为安尼爆发着肢体冲突。生顺的查甫人去互拍倒在地，后壁车未负打洞啊，才会出意外。见林姓计程车司机抽烟，进而发生推挤，经送医急救后不治。 全案将林姓驾驶及胡姓驾驶速逮归案。港牌司机被依照伤害致死罪上班，挑唆姓学的查某人是依照过失致死罪上班。检警卖调查死者真正的死因，到底是互拍死，也是互交过才来过身，只是想袂到死者的好心束缚家己无命。 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